大家好，今日係11月15號，換一個飛機票，因為有好多粉絲呢發咗個私信啦，呢個荔枝呢咩情況佢都有。按照我哋統計呢，就係3種情況。第一種呢就係最主要就係三叉不齊個，即係講每一條時七又有一半就係差唔多剪綠嘅，又有一部分就紅紅個，又有一啲喺時間係7.35公分長個嗰種個。第二種情況就係時間上沿呢都係開大葉嗰種個，前沿都係白白嗰種個。咁咧就第二種。第三種就係嚇我嗰種嗰一樣，上沿個都個梢就基本剪綠個嗰種情況。點樣做？我哋嗰日視頻呢就係1510呢就講俾大家聽，你就要點讚收藏起身，到2日呢你又攞出嚟睇，你有冇識過就慢慢睇。換一個呢就係第一種情況，三叉不齊個嗰種個，即係講好似嗰種嗰樣，有失枝佢就開大葉嘅，有失呢佢就輪菜，嗰邊摘呢就有呢而家咪7，有呢又7.3幾公分，嗰種個就冇用嘅，一定要一槍爛斷。嗰種個呢你有冇爛斷呢？到有時呢攞花呢就冇攞到，我哋要先殺後控，剪綠後就還木字頭。即係好似時間樣就係15、16號嘅時間就要殺，用個熱氧佛草米3%個20毫升就對50斤水就殺上去，殺上去過1個星期就控，用花能手100克就加25毫升熱氣嚟對水100斤噴落去就得咧，噴落去過後剪綠就還木字頭，還木字頭呢就係割牽1至牽2就得咧，就冇腰割，就冇使割多。咁呢啲就係第二種情況，即係講前時呢都係開大葉個，最遲呢就係嗰種個。你就等到嗰隻小雪個時候呢個梢未夠綠再黃黃嗰陣仔，你就控一槍落去，就係睇個花能手1克就對1斤水咁噴落去，仔期呢足夠佢個養分，快脆剪綠，停止生長。到嗰隻剪綠後，等佢剪綠嘅時候呢，你就螺旋環割1圈，就係第二種情況，就係咁樣做法。嗰種情況呢，我哋控梢呢，做嗰隻小雪嘅呢，就冇得加熱起嚟，一加熱起嚟呢，佢就傷到佢個葉脈，佢就難剪綠。就係睇嗰隻花能手1克就對1斤水噴落去，佢就停止佢個葉片生長，佢就快脆剪綠，即係剪綠快。你大家呢就係咁樣做就得嘅。即係嗰啲係第三種，就係嚇我嗰隻莧一樣，成莧呢都係剪綠嘅咧。我嗰種個同咩樣做法呢？我嗰種個又係做小雪，就控就用個花能手1克對1斤水，40%個熱氣嚟就放25毫升對100斤水，咁樣前沿控落去，控落去過1個星期。我就還割字頭，即係還割字頭就係割1牽1至1牽2就得嘅，就冇使割咁多。即係我哋講嗰3種狀態，一般嗰隻飛機笑呢都包含在內嘅。即係講你大家冇懂過呢，你就睇多一遍，關注好耐。我哋講視頻呢，我哋1510講俾你大家聽。即係講遇到咩個問題呢？你發出嚟呢，我哋呢樣樣解答俾你聽。你大家一係跟到係做個，反正你大家個呢都係冇曳得到。我哋講出嚟個嘢呢，就係事實嚟個。